南有汽车业者关进电动车，予台南的自有工商，要予学生会当学到上新的汽车修护的技术。这几年，愈来愈多人重视环保，电动车嘛变做趋势。为了协助培育电动车修护技术人才，有汽车业者肯定自有工商汽车科关一台电动车予学校。那我们之前就已经从油电车到现在有电动车这样的机会。那我们在安排我们学生的特色课程上面，我在实习上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汽车业者和自有工商合作几年，嘛安排学生去公司实习，透过实际操作来学上新的汽车修护技术。提供一部车子，让我们同学能够好好学习，能够好好的了解，以便未来能够马上建立职能，能够到产业里面发挥他们的长处。学校和商业界合作，希望共同创造出双赢的局面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